18边啊，他那么小的时候就来我们节目参加比赛，真的。然后比完以后大概这么高，那几年不见，现在已经。他对美女都很像你很有印象。龙吟杭州，唱到暗河满影高呢。赖清源，下一季就来好不好？等你哦。好啊，把这一些爷爷奶奶、这些叔叔伯伯干掉。老年大擂台，老年向下來。今日迄安尼 TC 禮拜開線，哦 ，TC 禮拜開線，啊，流行歌曲組今邊嘅人才啊，吼，人才，當多，每一位攏人才，哦，全部都當會唱，愛青來嘅攏人才，當然啦，精英中的精英。海選挑戰賽比賽規則：參賽者各贏創意數個位，分數31分以上做得過關，分數無達到31分強勢淘汰。今晡日評審先生有葉雅雪先生、齊澤嘅先生、齊色嘅先生、兩個嘅先生。我哋比賽之前，嚟講一下為下比賽規則啦，哈。係，有請葉雅雪先生。好的，麻煩。啊，彭雅太嘎哈，各位今天來的各位新人哈，你看是根本是第四擺的嘛，他嘎愛出去哦，哈，根本愛創家，愛出去個奧斯啦、玉米呀，吼，替中央拍子節拍而做好，看沒模仿死。今天這個最後一次，就是我們這次先底牌裡面，我們希望這一次裡面有很多更精彩的人，大家一起來加油。前面有很多很棒的人了，今天要給大家更多的經驗。好，希望。就請觀眾敬請期待，看看客家甜心今晡日會端出什麼菜色給大家看呢？好了，第一位參賽者來自桃園楊梅楊立成帶來。模板歌哦，用嘅模呢，我來看一下。當晡日今晡來參加老年大擂台，第下我唱一條模板歌，希望大家讓我加油哦，韓國阿呀，你讓我加油哦。这叫做办的都出来啊！哎呦，从艺术国办的出来。
哇，那客家板真好食嘞！我像一条模板果，抹个板都不能冲出来呢。哎呀，给抹个板，捏板，捏板哦。小强老师，你的有福利又来，又有板的好食嘞，有板好食。系啊，甲制作人同来讲，十分好食。安尼客家乡亲搭摆又来比赛吼，我带队位安尼，也讲野摆真的好食。双摆唔好食，就唔免讲，叫做比较迄个呀，比较迄个讲野摆好食。真的哦，真的哦。哦哟，徐这位老師要調試過一個，唔會查。真件家製作人本來食以後，真件當好食，真的當好食，真件當好食啊！我打保證。我媽媽練沙做的，我媽媽比我要來比賽吼，搶我棒梅做的。哦，媽媽鄰居謝謝哈。有上了什麼？有吧？是。我是當上司，但是我當爆的，我睇下試看下，看多大一好食的嘛。好，捏板哦。你嘴巴真的很大哎。不是你的，我这样吃不到里面的馅啊。你要大一点啊。那你就把它。对。不行啊！我现在这个才第一首歌。你后面还好。你是靠手，你又不靠嘴巴。不是啊，问题是如果不能呼吸的话。我用手拔。你刚刚已经咬过了，你现在在用手拔，还有什么关系？恶心哦！大家看一下这个料，这边看一下这个料。很香哦。你有没？懂香啊！哇 ，Q 吗？咸的。哇，好，这个咸，这当然是咸的。这个好。重点是你的手像油了怎么办？可以擦他的衣服啊。喂，手不懂规嘞。哇，看起来真的好吃了，OK，好了，哇，今天很好来，嘿，加那个徐哲伟老师看到你讲，哎呦，那不是杜诗梅吗？好像还蛮像的嘞。你海军你加讲，是不是杜诗梅？你刚刚是说美秀姐耶？你叫杜诗梅。小一版的。哎呀，来讲评一下好不好？给陈伟唱那条歌。叶老师。廖首歌唱到亲柔美多，伊真唱廖首歌个，我真感动哦，我主要感动是讲，个爱用个民俗个东西，你唱起了唱，我们过年过节都会听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过年歌里面，可是你就把客家的习俗类的办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那个文化嘛。然后你可以把它这样如数家珍的唱出来，而且呢，最重要是歌的本身就是第一个你唱得很流畅，然后第二个是好像我嘅感觉啊，我嘅感觉是讲好像你就带着我们去吃的那些那个感觉了，就真的有那个感觉啊。鹹板、甜板、菜頭板、白板、水板。我感觉我觉得我是要特别的鼓励一下，很有一点是讲，你的节目吼，确实有些时候上我们要，就哪个想法啦？就除了歌唱技巧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怎样去描述我们文化里面的风土民情，对我们客家文化不熟悉的人可以多了解一下，根本可以做多了点，而且我觉得做的100%，所以对我来讲，听这首歌很享受，而且更享受的是说，我们把文化拓展到外面去了。但我是真的希望有一天是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是，好，希望，按这些，好，按你都看一下几个分数了，好来。眼力子的分数。谢谢老师，谢谢，按这些恭喜你哈，过关来，谢谢杜诗梅。不是啊，林美秀。林美秀。眼力子呐。眼力子，好。接下來，嚟自苗栗頭分，李志安帶來英港練習。好，嚟談看啦。今天來到呀客家天師農業大擂台比賽，希望能夠順利的過關，什麼太高。
见面啦哈，你好，之前有来过，有来过，有来過，有來過，係啊，好，係啊，跟住雙擺來叫誒，前年咯，前年來嘅，通通樣板，徐哲偉老師，係，哎，李太公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他其實很有禮貌，又好有氣質哦。整個外形的感受是很好的，我愛吃到佢後生的時間，一聽懂都什麼愛記，懂風流，懂味道。不要說年輕，講厲害，哎呦，難怪你看站得直挺，你憲兵，憲兵，是，我看總統府的，特別警衛，哦，跟我講哦，你哈還要有面試，不管給他上也好，我講你愛歸來，佢算係。有故事的聲音之外，也是一個有個性的聲音，很有個性的聲音。因為從兩首歌曲哈，英港戀情，有一種風流倜儻跟那種很放鬆的感覺，就是怎麼樣，人家就是愛我，他就有那個態度。來之後給唱歌的態度當好，就自我為是的態度，不是自我為是啊，不是啊，不是自我為是，就是會覺得說，我就是最好的，很有自信，但是不是驕傲。好，然後不會讓人家討厭，有的人唱那歌，嘿嘿嘿，那種員外感覺就不好。他讓我有一種好像就真的在看一個，就是玉樹臨風的帥哥，在這個山坡上唱歌，然後所有女生都這樣啊，好喜歡他的感覺。我有畫面的，有畫面，錯冇？有畫面。然後我將你最尾一句唱得當好，羅妹開藝狂歡喜唱嘅夢全團，那個這三個字唱得太好了。我覺得，這個又很棒哈！我覺得這一季裡面又有一個新的風格出來了。希望後輩看到很阿無強嘅表現，李太公，哎呦，聽起來不錯喲。哦，安子生，大家來看一下你的分數來。李智恩的分數。容易，你睇過。啊，你唱會做休息，安子生，好。好嘞，接下來。嚟自新竹新婦從新聞帶來感覺一下。來彈個啦。今天帶來比較動感的歌曲，叫做《幹夠一哈》，希望大家可以給我支持哦，謝謝。海军姐，你好，真的好，你看，哇，活力，这个就是活力。胎18变啊，哎呀，韩谁看过？女大18变，她那么小的时候就来我们节目参加比赛，真的。然后比完以后大概这么高，嘿，那几年不见，现在已经，
是啊，之前有来比过。嘿，你都谁时间来比的？上一次差不多是国中的时候。国中咩？对。比国中几年级？个样子？国3吧。国3个样子，没唱升5岁。对，差不多。升5岁。现在？现在大2。大2。大2也还不到20啊。对。啊？很年轻呢。19岁。是吗？你是15岁的时候来的吧？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我感觉同他对美女都很有印象。我为什么会注意到他？跟杨史跟 CC 的时间啊，他每一次的这个表演就舞蹈。就那个肢体动作就非常的好，非常的到位。你从小就学跳舞吧？对，小时候就开始学，而且 MD 哦，他是本来可能一开始来比赛的时候有稍微就没有放那么开，他就可能就冲得位呢比较抒情啊，或者是比较没有展现到他那个。有一次哇！有这么夸张吗？有，完全判若两人。哇，人家这样好端端的被你形容起来，真的很夸张。对，这就是对，我是对妈妈比较有印象了。妈妈是我们的桂冠员呐。哎呦，对，妈咪今天有来吗？哎呀，有啊，范思远。范妈妈哈，你好，范姐姐，听啊，去甲安慰聪啊，是讲个生意啊，安慰聪，而且长得好漂亮啊。因为后都市啦，嘿啦，后都市。尤其妈妈那一次得季冠军嘛哈，对，那一次就刚好她一个人在比。没有啦。妈妈给一头生你就送给伊跳舞哎。幼稚園就開始學。好多呀。叫跳舞嘿，他愛跳舞。唱歌。今天他有搞細舞跳舞啦，他把表演呢。賺一點外快，對不對？對。在哪裡教？到處就是學校有需要的話就會去。對，也不錯呀，也不錯，很好很好。好嘞，那位先生嚟公平啊，你好嘛？其實先生。其實先生對。其實你這邊表演來講就是懂吃演。好，就是一個自然。然後在歌曲的表現上啊，其實你的聲線有點讓我覺得它有一點帶一點嬌滴滴的感覺，所以在選歌上面，憲國會當紅了，我可能會比較多的建議。原因是因為如果說我們用唱跳歌手來看來，就像剛剛羅哥講的那個另外一位，好，我們來比較的話，其實是我覺得你的聲線很特別，就是你的 range 較大。所以呢，你可能表現的歌位動到重，不過有上時咧地講，去甲它上線，不用對那首歌位要較好。今比其實來談到，今比的 band 的它的編曲跟你的聲音，我覺得你咬字的太重了，咬字太重了，反而跟它的貼近度不夠，好，貼近度不夠，所以按你表現的時間就會凸顯出你的聲音的尖銳。我反而對唱跳的部分反而被我忽略了，我會一直注意。我會一直注意兩個嗓音，所以變到按那些時間，除非我想唱跳，可是我卻偏要把主題放在你的歌聲，然後我在那個 balance 上面，我自己會失衡。這樣的時候，就是我看到的表演就會有一點點落差。好，這個是我希望你注意的事情。其實以你唱歌的經驗來說，我覺得已經非常豐富了。說實在，我不希望你再加了。你如果再多，就 over 掉了。你少又好像少了什麼味，所以剛剛好，你應該怎麼樣加，怎麼樣加，你自己要再回頭去心思去感覺，我到底少了什麼，我希望加些什麼。但是不要因為看到某一個歌手，可能我希望這樣，結果他不適合你，結果你不知道。這樣加進來的話就 over 掉了，所以我會希望講你注意一點 ，OK， 好，希望加油。葉老師要補充。特別要說的原因是因為，當這首歌的副歌剛過他那個地方，小剛老師把他節奏做寬了，你的舞蹈也開始拉寬了，可是你的唱歌沒有啊，你為什麼不去拉那個感覺一下，剛過你哈，然後再出去？這種感覺，因為跟着你的舞蹈動作，是不是做出來了？我哋做評審，一定就會希望說看到一個歌手，你真的很懂這首歌，沒講配上個緩衝，你個緩衝，尤其是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听到音乐，能够跟着音乐，你的舞蹈没有问题了，可是你的歌呢？中国咖的那种黏的那个弹性，像你这么棒的身体语言，因为这么棒的一个声音语言，跟它衬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可惜啊。如果你把这个加在一起，反正现在第一次吧，对不对？以后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给你锻炼，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那前面在很多的墙底就打个错雷弹就对了嘛，是不是这样？好不好？好，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提醒一下，希望你加油，好不好？谢谢老师。好，安子这样子这，好，安尼还是要看一下分数了，好不好？好。总评委的分数。云游太天地，云如太阳。一字一字扣人心弦，这声音也个上线呢，对亚裔类型的歌曲来讲，同时哈。九年讲道理哈嘛，情两记无凭据，用战神呐。老师平常都有在唱嘻哈的 KTV 唱歌啊。冇时间啦，因为前一礼拜才从柬埔寨转来，你演天你天口哑巴，你天。好，安子这样子这，好，安尼还是要看一下分数了，好不好？好。总评委的分数。加油！过关，谢谢。过关了，后面还要碰到很多强敌哦，哈。好，加油加油！谢谢。好，恭喜哈，回座休息。好，来杀下来。来自桃园。凭证吴孔英带来生命的太阳。来，谈好了。来到也闹演大擂台一個歌唱比賽，嚟能得創出一好聽嘅流行歌曲，讓大家欣賞啊！感謝大家。太实，係啊，要見面啦啊，所以有演啊，哈，有啊，哎呀，哈，有啊，哎呀，按支持啊，你節目啊，如一擺會先有半個機會啊，跟住多一比賽，那就過一片比，還有
本来机会过来。哦，有酸到唔会再来吗？那本来是讲无相比，但是人家陈建基啊，你啦，哦，变来啊，嘿，啊个好你好啦，唔要讲即个酸到讲，俺那叫做去比有心，因为俺上个时间唔富嘛，啊都两个都人就在都今日要来比赛啊，啊俺都去啦，去都创啊，今日就算啊养的几率高嘛，唔算埋咩冇眼嘅问题，眼唔会上牙嘅问题，因为要搞本评审，也唔是酸，要评审呢嘅专业，啊人创。佢要来做好嘅创就就真放心创，啊有嘅无好些佢要来讲，来之后人家要进步啊。哦，错。跟专业不卡时间有安尼特别的看一下个面相啊，想一下哎。我算哪啦？我算少年得志啊。好啊。好啦，少年得志。中年不潦倒了哈。不潦倒。中年不潦倒了啊。那我老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入花丛，我就不知道了。没有，唔会啊，这是所以我老除非你乱咩。哦，我都唔敢讲。迄无乱咩，因也面向人参考唔会。啊，你躺下先生讲。好，郭丽老师。基本上，对宪国的方面跟能力都好哈。啊，耶稣国的嗰種對字也好，對谆教誨嗰種感覺要創出來哈。倘唔創耶穌國就當想講，倘一個壯雜啲嘅搞恩義嘅事情，父母嘅恩情樣板備胎，一字一字扣人心弦啊！倘個當真，謝謝。你的聲音也個上線呢，對亞裔類型嘅歌曲嚟講，當適合，哈。啊，但是我今日本。重點小嘅建議，就講你兩隻壞習慣哈，做得改過來吧哈。你還進步會變動態。第一，你有一個習慣就講每一隻詩嘅語言，每一句嘅語言，你唱到最後一隻詩嘅時候，你再做 happy 啦。比如講仰望天上總有，你就話總有，再就變態啦哈。遠渡太陽。你昨天唱練國歌，對人講的是不是有這個問題？如果是的話，就表示說你要改進了，因為你不是閉嘴的音，你就不能閉啊。太勇是太勇，嘴巴是開的，你嗓子會出來啊。好幾個尾音都是這樣啊，這是一個小缺點。另外就講，你很習慣，你總是慣在不該換氣的地方換氣。啊，有一句最明顯的所在就在於正確的唱法是把個艱辛，順等一句話嘛。你看唱係把個團體嚟，我的情緒也就斷掉了。先講就轉一下，轉一下就經常我克服冇咧。把個艱辛。也係我個人意見啦，啊其他評審有可能唔啲，我講缺點唔攞佢機器來進行改善啦，哈，好，謝謝。好，咁你就算一下，看你有辦法過關冇？好嚟。孔英的分數。好嚟。哇！就變喊110過來咯。係啊，好冇？係啊，聽500。很從嗰個反應咪開始咯，係啊，排泄啦。唔係唔咩講？實際上我推啊，個先生推我。唔係咁細。要聽到先生嘅建議，建議真係改變嚇。我相信喊100都冇功用。加油，好冇？期待你下一次來。謝謝。好，嚟回座休息。好，你接下來。來自桃園中立劉品成帶來雜茶細妹。行過來。今晡日帶來雜茶細妹耶穌歌嘅，希望今晡日嘅表現會為大家來歡喜，聽下來欣賞。安子些。
平常平常好，啊，个不相亲太搞好，太搞哇，喊个安尼哈，全部好，载歌载舞哦。奇怪我来讲，倒来拢我感觉邻居人还唔清。还没几人还记得记哦。奇怪哦，要按躲他的影子嘞。骂啥影子？哇！哈，美丽的影子。哦，真的。哇，要这样子，等下赖一下。对咩？看到你摇哦，先摇彩的。师傅钓油太好，摇到。哦，跳到安尼摇下，可能我感觉你行路去，跟他戳墙的哈。你要做嘛？迄落石头有冇？你那个线形球有冇？哎呀，看到个哇，也好，也会强。线头师傅，阿公面前全部排黏黏的，啊，每个人买线。干嘛在舔他懂？咁唔跳白骨胶就比你先出嘅哦。你看，第一顺位，第一顺位。我们不对他有礼貌一点。是，人家是老师呢。哎呦，老师，客家新传师，谢谢。目前还在学习，还在这个研究当。他现在是中央大学研究所的硕士。谢谢。对，老师习惯握麦，对不对？老师平常都有在唱嘻哈的。KTV 唱歌。没有，我们没有时间唱歌，要做研究。老师要学口技还是什么？冇時間啦，因為前一禮拜才從柬埔寨轉來演跳。你貼公啞巴，你貼突然又彈那個音樂，你要認真哦，我學生全部看人家節目了。啊，你係嘛？係啊，有全部啊，就羅哥哥、海軍姐姐。有同學了，人家同學唔知乜嘢嘛？我唔知呢。劉少奇先生。少奇先生。今日人中央大學碩士班呢，有學姐學長都有。畢業未呢？嘿，佢真辛苦呢。真辛苦啊！嘿，你們2年嘛畢唔了，也還在做研究。我依家今年要準備畢業，明年都畢業。畢業生。也下寫碩士論文。哇！碩士論文本來之前跟游少奇老師，我本來想說再精進一下，哎呀，再學習，然後活到老學到老。他有幫我就是去探尋問一下報名。可以啊，很好啊。他說這個學生資質不好，我不收。來，談一下你講。不打不起，咩？一個小先生。Energy Game 呢？哈，對，什麼先生？上次我有點兇你這樣哈。哦，真感謝。對，我學生嘅。沒，我家是因為忘詞的事情嘛。我學生嘅專業，我學生嘅修理，我很難嚴重。哎呦，老師，你都教我們不能忘詞，你自己呀？還不會，還講是老師，對不起你們。這學期的學費不全面，無地自容，知道嗎？我金杯真的是唱得很好，就中國兩部分啦。我自己愛感覺，我是講，因為哦，你在唱這首歌，其實是那個客家歌嘅裡面生活裡面出帶點的一個東西嘛，就唱得就很自然啦哈。尤其那個最後，哲偉老師本來一直在跟我講說，哎呦，他好嚴肅哦，但那個表情好嚴肅哦，他多母一個他突然。到了最後一句是，哎，你好可善哦，那個動作一做了之後，全部都笑翻了，就說，哦，終於解放了，因為它是最後一句哦。我今天走，對，真的。俺家意思是講吼，你要吼，我至少俺你要給你很不錯的分數哈，來希望有信心要抬起來，然後還把衝國歌，就是要把這個味道唱出來。因為實在講，我們這次的比賽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哎，你這麼多精彩的東西裡面呢，要維持這個我們客家文化當中的另外一種，它不只是傳統的東西裡面，還要帶一種甜吶，還有要某一種程度之下之後，讓我們覺得說它很可愛。很貼切的那種感覺，就是說你要去考你的，好不好？所以你要加油，讓你的學生都會覺得說，哦，老師你好棒，下次一看到說，哦，老師你好棒，這次又贏了，這樣好不好？節目收視率勁強，學生全部看得到，我聲音的哦。哦，所以今日都表演好了。我努力。咁專業本學生嘅嘛，被釘哦。所以可以一百幾專業本學生嘅嘛，好，你睇下本書。劉品成嘅本書。
好嘎仔哦，你们老师赢了。啊，没问题啦，回去不要再责骂他了。这样子，对，好谢好谢，请他吃一顿饭吧。不用写悔过书了，对，还要写悔过书。恭喜哈！好，谢谢。回再休息啊！好嘞，杀下来。来自台北市王淑兰带来一两碰先生。好来看看啦。这1、2年，我老公听到客家流行歌很好听，爱唱歌的我们才开始练习。那最近还听到这个节目呢，可以让我们来表现。今天来了，发现真的赚到。秋风吹里江南，美记落叶凉风先生，高大眼神之爱破走，天荒世界爱错挂着心。心光。你好，苏兰吉你好，你好啊，看得出来，好多人呐，啊，对，好多人，看得出来，很紧张。哎呀 ，TUT 摆来哈，是的，我讲下嘛，不会的，一点点的，做嘛我一点点，嘿，你让我讲下，一点点，啊，你让我讲下，一点点。你好，哈。你怎么會講客家話？我唔做嘛嘅會講客。唔會講客啊，要衝。老公。你的老公哈。老公。強先生咩？哦，你老公啊，有啲嘅嚇。好。佢客家人嗎？係。我佢客家人，按家本下，按咗客家心橋。哦。對，客家心橋。對。以後你就出去跟人講，我係客家新橋。我係客家新橋。哦，對，所以一班人咧推人老公，同下來比賽啊？一大天就關於創業。哦，哎呦，那又互相。因為我們兩個都愛唱歌。愛唱歌。啊，其實我因為都沒有時間，他也沒時間教我。然後對，老公比較會唱。你們去哪裡學？就這2年，他聽到那個什麼《有喊來白不了》啊，《有喊來白不了》。我說對了哈，他覺得哦很好聽耶。要不然的話，我們雖然愛唱歌，都是唱什麼國語啦、台語，對，然後就開始在接觸這個客家。然後好高興哦，有這個節目，所以他都會想辦法去上網看你們跑到哪裡去了，我們就趕快過去。啊，然後就去我們試唱會去報名的時候。是，對。啊，那太棒了！大家結這麼一個好緣啊！啊，是，哎呀，那愛唱歌又身體又會健康啊，又會心情又會開心，身心靈都健康。是。那你到底唱得怎麼樣呢？我請一個最健康的來幫你講，許哲偉老師。是，可愛姐姐你好啊，謝謝你跟我們客家結緣。我覺得很巧的是，上個禮拜哦，有一個參賽者跟你一樣唱這首歌，是我講評，然後你們的問題都一樣。
想起来了吗？对。谢谢你，这首歌《一两烹先生》算是客家的国歌了。然后我觉得，我先讲哦，就是说，因为今天你可能紧张了，你知道紧张有时候。我们喉咙也是肌肉的一种，你一紧张就锁喉了。你知道，我觉得你的实力一定可以唱得到，所以你锁喉的状况下，你有很多那个字，就是你音也唱不到了。然后我一听，然后跟我们几位老师说，哎，他是客家人吗？不是哦，譬如说，秋风吹起你江南那你，还有那个譬如说爱走那个船爱走，就是还有最后那个秋香春风吹你。奶心肝，你讲奶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发音不标准，我就知道你不是客家人。是奶，不是奶，奶在客家话是泥土的意思。对，所以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谢谢你这么支持客家歌，但是我们还是在咬字上面要稍微斟酌一下，因为你错了一个字，那个意思就不对了，哈，就很可惜。你歌唱的那么好，声音那么好，就是因为咬字，然后呢，再让你紧张，还有我觉得你可能紧张，在断句的地方也断得不好，哈，可能不该断句，比如说啊，没记来一，应该还记来一两烹先生，记来一两烹先生就不对了。哦，对，一件衣服我们不能说一件衣服。对不对？我们是一件衣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不管你唱哪一种语言的歌，你都要知道那个断句唱出来的意思就会不一样。秋风吹起江南，阿妹记来两捧先生。那老师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客家歌，像这样的歌词，你这样的歌曲，你一开始就要一直念到熟，然后你有机会这么住在客家庄，就多问，就是多的请教别人。然后我今天要称赞你的是，我把那些东西咬字啊、断句什么都剔除。我今天如果这都剔除，你的情绪我是给你100分的，就像我跟世慧说。你的情绪、你的感情，其实真的是100分的。谢谢。那就是这些小小的瑕疵，我觉得没有办法掩盖你。但我这个舞台随时欢迎你回来，好不好？谢谢。我知道今天你自己也知道有一点差池，但是我看到你唱歌，我是舒服的，好不好？谢谢。也谢谢你，我们结缘，我们希望很快再见到你。谢谢你。谢谢。结缘呐。如果现在分数没过，这个缘就结掉了。结缘没有。哎，你知道哲威老师最常说的就是你的东西会记在我这边，譬如说分数记在我这边，你的一部分缘分也记在我这边，好不好？下次我们干嘛没事留人家的缘分？哎呀，你也知道我的小叮当口袋很多东西。好了，来看一下分数来。王叔，你就记得素兰啊。伊个苏兰，要出家啦，苏兰，王苏兰的分数。谢谢，感谢。你知道，就是刚刚你有一点抢拍，哦，对，就是是了解。所以这一点是你自己的一点小瑕疵，没错。下一次有机会再来。好，感谢。这一次先让老公，好不好？没有，老公还没唱，不知道嘞。对呀，他还没唱。我们一起介绍你的老公。好，用客家话。来自哪边？台北市哦。都马个名？姜伟忠。哦，我带了马个歌。阿妹嘅松树。阿妹嘅松树，我来弹看啦。龙吟杭州，你唱到暗河满人高呢？赖清远。下一季就来，好不好？好。啊，把这一些爷爷奶奶、这些叔叔伯伯干掉。咱今尾要创的歌曲按咯，阿妹的顺手啊，阿妹嘅顺手啊，希望大家袂欢喜，心满大家。
强强牵起阿妹的双手，轻轻的看阿妹的面容，母亲说也不留情。 了了退路，为情走情甘露，为情教育肩负，你不惊风霜浪雨，手强转来诉苦。 最伟大阿妹的一双手。你好，你好，年轻你好。你好，赶快老公你好。 你怎么可以随便叫人家老公我帮那个叫的啊。哦。啊，系啊，苏兰基。苏兰，系啊。嗯。哎，两公婆安尼夫唱妇随安尼吼。嗯。两位都好唱歌的安尼。嘿嘿嘿，错错。哈，也算退休的哈。佢退休，啱啱退休。唔啱退休啊？唔啱退休啊？你喺上班哦？我推田地公司。哦，嘅铁饭碗啊，铁饭碗，你差唔多咪退休咧？哎呀，難怪兩公婆按好唱歌嘅咩？係啊，心情都快樂哈。但是佢講佢一擺吼，一擺嚟參加比賽，有小可冇平衡。為什麼？冇乜嘅平衡。做乜嘅？平衡吼。冇不平衡。誒，平衡啊。佢講佢第一擺兩公婆去桃園視創 VS 節。是。吼，結果幾班樣班啊？加唔可以講客嘅可樂園咧，安尼補養啊，同歌，視創，結果佢冇同歌，冇唔錯，啊係啊，係錯，其實個樣唔係安尼咯，哎，你可樂園同歌嗌嘅客家人結果冇同歌，有啊，一通係做記得咧，我係要問本用來講，啊你先生故意會看冇，我敢數一條路背冇，應該唔會吧？這個動搖線，哎，這個視創比人家福都沒有力氣，佢咩做都沒有力氣，救過嚟，嘿，幾擺做視創比做同歌嘅啊，係啊，冇錯。佢一開始嘅時間有感覺冇乜個平衡。不過咧，從歌前單講啦，嗬，平常之未要參加啲比賽嘛，梗係都講參加嘅台語啦、國語嗰啲嘅歌曲比賽啊，像台北啦、台通啦、大同區公所啦、南港啦，還有大溪啦，我突然要比啊，因為部妹差唔多係攞嚟啊，就出嚟比啦，本身都唔是比，啊伊比也有啲成績啦，講實在也有得到名啊，係咁樣一個所以不平，你講誒？不平衡，眼前都唔會過陣錯啊，所以眼對自己有啲自信啊，有啲自信係。講泰國嗰邊應該不會不平衡啦。對，係因為老婆已經被掛咗。不過人唐人嘅顏色吼，一紮實。很紮實。行。安尼談一下那個徐世慧老師嘅公平。其實佢比創業書嗰位啊，人家感情咧投入吧。感情嘅投入，感情投入度其實是非常好的。當歌哈，啊，唔過再講，因為亞叔嗰位唱法啦，我知道有一點希望嘅建議就係講，因為人嘅音準，佢比講實在就當很穩定，當穩定，所以冇乜嘅需要講愛改進乜嘅東西。啊，唔過有一件事情啊，可能會建議講，每音嘅書法，唱國土嘅。意思係講團唱格嘅，係講彼此走情感路。OK， 啊你慢慢的數題，唔過人數法彼此走情感路。
做模特嘞，后尾谈咁多东西，就常常做团体的时间，暗定啊个情绪，做嘛一啲特别团体。为尊走情感路，为尊教育肩负。哈，还有青梅一枝，很多青梅胎阿妹嘅一松树，青梅胎阿妹嘅一松树，其实唔是按强调。 我希望嘅你用一种就你刚刚讲的，我刚刚讲的，你感情既然那么稳定，你就稳定的唱出来，用伢的感情唱出来，不是打杂诗按强调。啊，安尼发呢，如果按糖多感觉啊，伢情绪本上安尼飘飘来。不过啊，糖多压机的时间会安尼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所以安尼发演唱歌的糖歌的人就会感觉一天天跳的感觉。嘿，按有应该要亚述歌当抒情。 所以你按你跳的法呢，就会讲感情突然都被你拉断了。OK， 安子谁？哦，安子谁？好，安尼就看一下今日表现做拿到一道分，来，有办法通过不？来。强伟中的分数。节目现在。 通过31分。哎，今天比较平衡一点。哇，平衡了，开心了，开心了，开心了。换老婆不平衡了。没关系，老婆这一次先让他，下次再换你哈。对啊。好了，恭喜恭喜恭喜啊！安子先啊，请回座休息哈。好，安尼今日流行歌曲组七位挑战朋友全部已经比退了哈，总共过关的有5位。 哈 ，Number 5哈，系啊，5位的朋友，安尼做还要继续加油啊！系咯，安尼流行歌曲组比赛，先多谢4位辛苦的评审先生，辛苦多谢，哦，安尼来看传统组比赛，来。好，也已經來到安尼 T4禮拜傳統組嘅安尼嘅嚇海鮮挑戰賽。係咯，哎呦，要記下曬來過嘅呢。要來過嘅嚇。係要曾經參加過流行組嘅今日嚟衝傳統組。從啦，那個反雜啦。反雜。反雜啦。哦，反雜。哦，好，來比賽之前呢，我哋介紹他們創業評審先生，羅英先生。 李秋華先生、林正義先生、曾明珠先生。先生介紹出一下嘅呢講評分呢，安尼比賽規則嘛，也要樣辦。我攞獎金挑戰賽。今日有獎金挑戰賽啦，很好啊！小美女龐君琪帶來羅山歌。好，嚟睇看啦嚇。 山歌唱，他
嘴呀，你好，你好，哈，唔要讲行嘛？一点点。一点点呐。你用客话介绍自家好嘛？今年9歲。哦，今年9歲啊。乜嘅名？潘俊基。潘俊基，學三個嘅學球嘅。唔知咧。2年有嗎？有啊。哦。佢從到暗河萬人教呢？賴清源。萬人？賴清源。賴清源。哦。我沒這個老師我好像沒聽過呢。可是這個名字我很熟哎。這名字有，但是，他有來嗎？哪裡？啊？來欣賞的呀。那叫已經。搞好賞誒。提身邊的欣賞誒哈。咩參水朋友咩？係啊。假敢唔搞啊？假敢唔搞？也有開歌唱班啊？冇。機內我不看，我教機免費誒。哦。義務性啊，你教機做錯嘅嚇。機喜歡唱，我是教機咁樣嘅。咁有冇啲機喜歡唱？家鋪土機內啊。哦，隔壁人家鋪啊。這個孫女很棒啊！哎呀，對啊，在唱山歌的時候表現得很優異，對，很陶醉。佢唔會輸給老師人哦。哦，也會啊？老師也會。老師也會什麼？他也會這樣子比。哦，所以你是學老師的啊？所以你那個手剛剛這樣，一下子這樣，一下還要這樣，還要那是學老師的。那個要這樣子比才。老師這樣子，我就喜歡這樣。是這樣子啊，青出於藍勝於藍啊，真的，厲害，欣賞會搞。希望你會在這個客家山歌有你自己的一片天，好不好？而且他不只會唱歌哦，還有做乜嘅？他還會也會吹哦。上一次不是有一個也來吹那個法國號，有嗎？他吹得比較小一點點。比較小一點點，而且是台灣一個盛產的一個東西。是不是在什麼鶯歌那邊的一個小樂器？對。你要吹什麼？捉泥鰍。捉泥鰍用什麼吹？這個。那個是什麼？陶笛。陶笛哈，好，你現在來表現一下，好吧？你的陶笛哈。捉泥鰍。好。好不好？那我們看今天你可不可以拿到3000塊獎金哈？好，先聽老師公平一下，好不好？來，分享林占一先生。好，麻煩。聲音人哋創作有一樣嘅長途嗬，即係做係要聽嘢要用心啦，當時教聲音要較上教，較上教嚇。將其他創啊，你安尼，我相信呢，聽一集老師人會做出來。哎呦，嚇！我記得比賽就有聽一集老師人呢，有當家。但是嗬，我發覺其他老師人冇窮樣嘅喺那裡，老師人會一樣。我見曬，老師人是安尼。嗱，我見實嚇，但是其實佢動作嘅開始嚇，像佢先生嘅教技嘅嚇，佢家講嘅，佢學先生咩？先生用嘅，佢都用嘅，要學習佢，但是佢有自家想法，一樣去變化啊，所以啊，我希望嚇，啲台灣傳承嚇，也千多嘅啲嘅裝備咧就嚇，比如啲下一代嚇，你也得會傳承嚇，就像啲一樣啊。佢妹妹嚇，人哋要一樣嘅上去，越來越多嚇。我台灣唱聲一樣，識咩咧就識啲嘢嚇，將人哋嚟學習，好嘛？
系啊系啊，哈，唱个讲好哈，抛砖引玉哈，系啊，安尼客家要比上有希望诶，安尼就可以哈，金币有可以有翻图拿这上千元奖金嘛？好嘛，好来，平均起嘅分数。恭喜君琪可以得到我们奖金3000块，现在就来颁发喽！呀，恭喜！恭喜你哈！哎呀，那下次可以来报名闹热打擂台吗？我很想来。你很想来哦？真的哈，我等你哦，好不好？下一季就来，好不好？等你哦。好。把这一些爷爷奶奶、这些叔叔伯伯干掉。加油！我们支持你，我们支持你。老师好可怜哦，没有跟你收钱就算了，还要你要把它干掉。好，对，有信心，有自信，好不好？你有唯一的希望放在那个弟弟的身上。我们这一次让老师啦，因为他报名这一季嘛。啊，那你在下一季再来，好不好？对，好，对，那让他，因为他老人家哦，有时候心脏会不太舒服，会刺激到他不行。那现在只是季的嘛，那他搞不好他这一季如果进前3名，就会碰到年度的啊，年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干掉。哈，你好狠哦！自己说的。好啦，恭喜你啦！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比赛了，好不好？哎呀，好，来，谢谢你啊，谢谢。好，安尼看到安精彩的小朋友吼，从暗后堂安尼三大条，从到暗后真的安尼客家真的有希望的。有啊，一定有希望的。好，比赛之前，条都还唔全讲比赛规则哈。今日有请到陆英先生。不管之前有來過，又係冇來過吼，都歡迎你一位新嘅朋友呢，共下來唱山歌哦。你係執比賽，所以呢，大家在唱嘅時節，還係要注意，唔好唔記得歌詞，還個韻味腔調要唱到將來。最重要就係保持當快樂嘅心情呢，來唱山歌，祝福大家都有情好嘅表現，是嗎？好，安子謝謝哈，講到非常嘅清楚哈，大家注意咯。TV 沉水朋友，來自新竹虎口黃慈優帶來三個字。來，聽我啦。大家好，我今日當歡喜來到了位高野大擂台，我今日要唱三個字，希望大家能來加油。記得，嘿，有來過，有來過啊，來叫來過。民國那個民國100年。民國100年。民國106年啦。
105年哈，所以5年前了，对，5年前哦，跟5年前啊当中在做乜樣冇上我來比咯。就有到事情還無限，還有兔孫呢？還無限，還無限哦。唔講啊，要繼續學，還要繼續學。5年底都還有繼續學。上我學較好的話，時間再來腦筋打落去拼啊嚟啊你嗬。嗯，這隻錯啊都年度總冠軍也去。不知道，不敢講。跟5年前比到樣嘅長度啊，個樣子。我進到那個6強。6強那邊。哦。6強，然後一次比到冇到3名以內啦呀。沒有到6強。哦，沒有。就分數不過少1分。哦，少1分。這6強冇落去，就錯。對。一擺拼看啦，可以辦法拼到6強嘛，好嘛？吃虧那是啦，好嘛？拿出最大的實力。嘿嘿，按照先來談公平啊咧，好冇？有請錄音先生。來。好大家好，今日唱歌有點緊張哈，你係讓人記眼多啲嘅心意，大家都可以，所以彈得出來當緊張。不過基本嘅你係唱功彈得出來哈，就係要啲學習散歌哈。你今日唱嘅你係散歌字哈，歸屬彈起來呢，當場冇乜問題，不過呢，就得彈到很下好啲嘅，你係關鍵就係應該那溜啊哦，你一啲，應該你係彈起來挺衝咧，嚇，所以呢，你彈到你一啲時嘅時間會驅動，可能係輕啲，聲音比較緊繃，嚇，所以上音略有點辣。好，你就係你當場嘅記起啊，還蠻點繞，好點下去可能運作起來會很下自然啊，哈。人生了沒有那沒有啊，才是了一點啊。喺個提示記哈，人生快樂幾十年哈，快樂嘅快，係個幾十年嘅十。好，你係高音，也係嗬，彈起來上係輕調，比如係輕鬆調咧唱，可能會很下好，嗬，是冇呢？好嚟，看本書嚟。王子有本書。山河流長啊，出來。你曲蘭哈，彈到嘅山歌自從佢哋歸屬整體嚟講非常好，你音質也清亮哈。日頭落山，你用的呀？哎呀，今天的表現都你是在做復健是不是？是給他100個讚呢。好嚟，看本書嚟。係，王子有一本書。恭喜！過關冇問題啊，恭喜！得到門票咯。是這樣啊，沙來。來自桃園楊梅，曲蘭帶來山歌子。來彈看啦。今日當歡喜來到鬧熱大擂台。本來了一個機會，我本身嘛真好唱歌嘅，我自家嘛本來自家一個機會，大家人嚟加油！
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天心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哦，新鲜的面孔。也就冇来过诶。冇来过啊，第拜来，哈。有吗？好像是4年多前有来过唱过。有来过一次？哦，4年多啦。那一下就刚刚学唱而已。哦，学唱哦，所以那时4年多，而且雅思请宴啊，还唔哦，跟人家蛮感觉啊。我搭满行。我4年前有来过。应该是4年多，因为我孙女4岁多了，她还没有生的时候有来过一次。她生了以后就带她。都样办？冇好啊。冇好，就来海鲜这边打退了。啊，真的啊！哎呀，跟这边有特别紧张冇？还好，还好，豁出去了。哎呀，按多年就加强训练啦。有，嘿啊，也断断续续有啦，也是有呀。有练啦哈。有唱欣赏高冇？有赖清妍欣赏。哦，没啊。有冇输钱的没？有冇输钱？欣赏咩断断续续，迄个好吧，有啦，有啦。有啊，有练啦哈，难怪啊，家唱到稳稳的啦，係啦哈。好，按照唐一下欣赏的公平啊咧哈。有唱你唱下欣赏。哎，你曲兰哈，唐同嘅《三国志》从佢嘅归属整体嚟讲非常好，你音质也清好清亮哈。客家音冇客家音，客家音，好啲音呢？再一合起來，當然你咪唱了音，哦，客家音，哦，人家客唔做得客，是唔錯啊。三國流唱啊出來，客家流音啊。哎，自古流傳到如今，今那的時間，嘅今那哎連沙腔下。莫記在拿來後尾第3步去，哦，你去出唱得比較較唔好。唔過後尾第4期嘅時，你就唱得一穩嗬。所以整體上今日嗬分數應當唔會去差嚟，再加油哦。好啦，來看一下你參賽者朋友嘅分數嗬，來。曲蘭嘅分數。謝謝分哦。按多年的加減嘅邊啊，還你有用啦，有好啦啊！恭喜啊！現在別當錯哈，謝謝。我哋殺下來。老友，來自新竹北埔賴清妍帶來《老山歌》。哦，看佢唱到樣板啊！好哦。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賴清妍。因為當多鄉親朋友問我講，按九樣冇得電視台看到我。我哋下就來了，希望鄉親朋友讓我加油鼓勵，希望大家。日頭落山。走河啊，又走江南。万丈沉寒，走到大难走了。阿妹呀！
天窗那。请问大家，两位主持人好。来欣赏好。好。赖老师，你用的呀？哎呀，今天的表现我你是在做复健是不是？我是给他100个赞啊！那做欣赏以后，你看，也鼓励你也提升了起来，痴心有冇？本身那个唱歌的个水平就提高的。有嘛？有啊！而家較高一度嘅學生嘅，目前。來藝福卡嘅3、4屆啦。哦，3、4屆。係啦。啊，香港台北還有辦嘅啊？有啊。幼稚園啊。通化街啊，搞幼稚園嘛。幼稚園呢？啊，嗰條生意唔係客家人呢？慢慢地搞啊。係因為嘅園長客家人，也係線上嘅客家人。全部有啦。就是要提倡這個客家文化。他也有客語歌啊，客語。教學，客語教學，也有母語教學，對。哦，所以我本身咧搞，人家已經是新傳師了哦。好棒哦！哇，幾年呢？哇！其實感謝你來泰國呢，那麼發願，發自心裡面的那個安泰心要搞。按到嘅新人嘅啦，按到嘅年輕人啊，唔係客家肢體啊，剛剛咧客家話、客家山歌，衝本全世界人攏聽。客家嘅這個軍旗哈，彭軍旗嘅真係衝得好嘅。誒，成件咧，他也唔會講客啊。唔樣發現到佢嘅。佢假爸假妹做印刷嘅，他係印名人嘅名片。名片誒。家婆看到，我成日都不應教，好嘛？我講好啊。所以你講搞啊，一下佢千太年幫我團幹掉咧。誒，我當笑呢。一平班咪唱到當好。係咩？哇！個人佢要幾邊來比賽時節，哇！一定當真。當好哦，當好看下啲收視率提高，啊咁搶啊！安尼談一下欣賞的公平啦，好嘛？歡迎林振義先生。落山歌哈，我唱到一樣嘅長度哈，實在功力哈非常嘅強。最主要係乜嘅？一個山歌唱發生出去嘅哈，一個係用嘅聲音嘛，當適合唱山歌。但是呢，我哋嘅唱出去我都要樹音，樹音真係都重要嚇。唔係講係笑唱出去，一跪下唸出去哦，將當到真佢是學山歌嘅做嘅一樣。香港呢，你運氣哈。運氣也當重要，咁今邊嗬，你一數落山歌運氣運得當好，接聲音嗬，小節嗬，接下去嗬，韻腳，但是肯係有一隻缺點，唔該執到嚇，係咪啊？嘅天機嗬，你頭落沙嗬，你係四三嘅唱強，但是你都係一講就好㗎嚇，我接後背三嚇，二三㗎嚇，又嘅邊。天一陣嘢接到後尾嗬強夾，係，但是我當披風唔可以希望到當正，所以後尾嚟到一動慢拍，啊非常嘅好。講了，就好啊，要就講啦。所以我喊你有人鼓勵啦，哈，什麼？哦，謝謝。哦，這樣子，好，雖然而家已經升格為老師了，哈，哎呀，喊你要看一下人家分數了。面對現實。哎呀，面對現實一下，好來。來，請演的分數。好。謝莫先生，給你10000個讚。哦，100塊有辦法湊雙贏哦。好，加油！按這個，按這個，好，回座休息哈，按這樣子，好。好嘞，殺下來。來自新北市永和黎族水酒帶來山歌子。來，彈開啦哈。今日希望許多將來鬧熱大擂台，哦，希望大家人來鼓勵，哦。我要過關，希望大家。
水酒记，水酒记有来过啦，哎呀，有来过，2、3年前。2、3年了，有麦克风哈。所以很久没唱歌了，就出门南风那个前演秀，我就啊，突然一片空白，对不对？干嘛会紧张？是没有紧张，我不晓得，我想说。哎，很简单，当伊在唱啊，落滚那个，哎呦，有上次唱歌是吧？你看俺们接嘴，那么比赛，没比赛，表演的时间，哎，当熟的歌，当伊在唱的，突然间空白，我唔记得呢，咩乱拉我的妈，职业歌手嘛，都是会安尼啦。好，那我们来请郑明珠老师来讲评。水酒记哈，清大爽，哈，冇做咧分数拿清过诶，因为我通唱歌啊哈，真有经验。虽然这个戏无按足，但是做得用嘅我家人去带歌，哈，佢唱歌呢就会按首歌按，跟我摇起来，会按扭下，会按活下，用人那个神团就会做出来啊哈，所以真有机会嘅。不过含迄芒刺，吼，迄青苔嘅生物。出没了难耐风，希望下摆还有机会好来。哦，冇相干，老年大擂台永遠定義來，安尼吼，太貴啦，真好加油哈！哦，按這樣嘅上唔好失態，所以呢，趕後上夾來哈。好，按這些，沒想到我自己今天怎麼會剛剛。對呀，運氣不好，運氣不好，好。想睡覺了。對呀，哈，安尼，還要看一下分數啦，好嘛？看一下，來。李主水姐的分數。这样，恭喜你杨磊。好了，好，回做消息哈，这里哈。好嘞，撒下来。來自桃園中立，係看唔錯嘛。陳建基。啊？陳建基唔係佢安尼按搭擺講佢客家陳嚟嘅咋樣？咁係。哎呦，佢流行做嘅呢？叫唱傳統歌。係啊。叫帶到馬嘅歌。一有錢。小胡跳嚟彈我啦。大家好，我係客家陳嚟。我又回來了，不過我這一次是比傳統組哦。我很感謝教我唱山歌的老師，我希望在這邊會有更好的學習機會。謝謝大家。上年啊，你要來哪？我之後而家唱嘅嘢有錢啊，講真咧，你好多人唱嘅條歌，你好有味道哦。他說這首歌我唱了20年了，他唯一會唱的101首歌。啊，你想他跳 OK 嗎？下半年呢？下半年。
用来呀呀攀岩呐。年年呐，你呀来呐，年有那情来哟，恭喜出游那高堂景啊。高谈呐，神游呐，白丢呐，自来哟。捣乱天下那不太平呐。最近好，真劲很啊！有冇跟到？有相爱冇？有来那边哈，那边哈，哎呦，哦，我们的开心果回来又了。很厉害呢哈。没有，我有一点私心呐。真用版稿因。为比起流行组歌后嘛，一定要等到一段时间才可以再继续报名。哦，对对对，我就讲干嘛的传统组款那时候，这样子我比较快看得到你。哦，我开个玩笑，他真的当真的。的。流行歌曲做伙比到乜个？年度的第六。年度第六。第六。老林冠军同分。哎呦，你错啊！唔係你唔去同分同到伊。是吧？不過佢創辦講真的，流行歌曲做其實表現算不差呢，佢特別創到算一好嘅。啊又唔係客家人、好路人，啊又有辦法講亞班原來復來也傳統做嘅啊嚇。我跟你開開。我客家歌曲有興趣啊。真嘅有興趣啊！我想講吼，流行歌會唱，神歌嘛會唱，稍微穩。我冇聽哦，流行歌曲會唱嘅。上兩個想法啊。唔想講兩種都愛。兩種都愛會哈，客家歌才算完整啊。哎呦，牛哥，你有發現嗎？建居大哥，他現在可以一句一句的講客家話了。進步當多哈。係呢。你上班冇辦法哈。伊咧，一夾邊咧，一夾邊。朱總啦。朱總啦。哦，我呀係會。你真的有認真呢。認真哦。認真哦，有信心啦吼。我只是開個玩笑，你真的就來了。我知道而家唱緊嘢有錢啊，講真咧，你好多人唱嗰條歌，真你好有味道哦。好有味道，你的聲音，這個聲線，演唱那個歌真的是太適合了。謝謝。我覺得。你覺得？但老師人我就不知道了哈。來，請羅英老師。羅老師哈，羅教授來。沈大哥，你今天唱這個《月有情》啊，哈，它是屬於客家戲曲的一種表現的一首歌曲啊，哈，你要數歌曲，和你嘅咧唱嘅方面要注意哈，就係你。本來嘅詞哈，本來的字哈，本來就動出嚟，本來就很用力唱了哈。那你的這個虛字或是襯詞加進去的時候呢，那個強弱你可能要控制一下，不是每一個音，唔係特質音吼都會按強，吼彈起來真有故事，吼真有幾個故事性啊，吼。比如講哈，比如說你的這個第一句哈，長夜里來夜有情，好，還有你的第二段哈。你夜有情的夜跟有之間，你有加一個那嘛哈，那個那跟你的白九字，好，就是你的倒數第二句哈，高談神有白九字，好，這裡的那兩個比起來落差就很大，你第二個那就非常的好聽，好，那你第一句的那就太重了。
哈，导致你声音有一点点破破的，然后在后面的收尾音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漂亮。好，还有呢，你嘅咬丝啦，哈，因为唱传统歌曲就是会盯你的咬字发音哈，你嘅咬丝哈，听一句盘古嘅盘特，哈，要多一些的，哈，盘古开天呐，哈，才会清楚。韩国你嘅最明显的就是，日盘用来，你的来那个字哈，你唱到华语去了哈，你唱到来哈。日盘用来呀，呀盘音呐。就是这几个字要注意一点。那其他的呢？我觉得在分数上我有给你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你的声音，除了唱这首歌很适合以外，我相信你的好声音应该可以把我们的传统歌曲可以再发挥得更好一点。好，谢谢你，什么？安子姐，哈，安子看一下分数，好吧？来，陈建基的分数。恭喜你过关！哦，加油！哦，bien了，加油加油！谢谢，拜拜。好，好，杀下来。来自新北市土上总父妹带来平淡。来，谈下来。这个舞台其中大家当到学习的场所，今边爱唱得好唔好？我要尽量唱，大家让我加油啊！凤妹姐，你好，你好，又见面了哈，又见面了，嘿没？哎呀，真今日同久冇见到诶。对，你是有读过几下？有啊，有啊。开始都加拜哦，唔记得报告人来到拜啊节目。唔記得伊咯。哈？加拜。唔記得啦。冇去記記啊。但是有間同記哦。古創過那去記九拜。我有算過了。係啊。差唔多5拜。一樣。有樣。安尼有法度算得出。5拜，2拜。一條路以後。係啊。係啊。咁我要做主持人做馬嘅呀。係啊。錯嘛？要做金曲歌王用嚟做呀，好嘛？條路就好。好啦，係啊。應該唔記得伊啊。唔記得嚇，係啊，佢車來到拜都唔記得咧。唔會算字啊。係啊。佢跳拜落嘅時間啊，咁我夾喺上演比一下行喺沙。一下要較長啲喎。跳拜咁魔咩？嚇？跳拜咁魔啊？唔咩啊？上咗上咗較沙。對，上。佢一拜較冇按沙。啊，上嘅上咗按嘅。係啊。做按。夾啊。做按。佢用創作按嘅。係啊，一咩種鐵石啦，一冇人要咧。冇法度，做按嘅冇法度。佢冇辦法去照念到嘅，人卜到。人卜到嘅。冇可能啦，天生體質嘅啦，天生。眼尾按到時就講，人家做上人做按嘅，冇法度啊。
伊讲我来按多声啊，冇来，按多声冇。他打电话问我讲，你到底几时要唱歌呀？啊，讲都唱嘅时候啷讲啊？而家唔敢讲，我唔敢讲我来，我唔肯佢来啦。關於有限係啦，有限帶幾來啊？看見邊有歌冇啦？嗬，等下先談一下先，等公平下嚟，好嘛？歡迎秋霞老師。係你，安尼分妹子吼，加來加拜咯，安尼傅鳳宇先生有變嘅哈。也是歌拜的。傅鳳宇先生已經是歌拜。唔一般嘅，冇一般哦。冇一般啊，很難有人破他記錄。哎呀，講唱山歌係一隻歡喜嘅事情。唔講我唱半夜媽媽糖。你話親友好，叫林桂蘭小姐，也是一樣，佢們叫佢唱山歌，幫佢媽媽彈。你嗱嘢大條推呢隻節目腔咯，唱山歌、唱歌曲、唱流行歌曲，不，你全世界喜歡彈客家歌嘅人都彈。哦，你隻平台啊，要造就了千多優秀嘅歌手，哦，你係非常非常好。你分妹子呢，基本上唱呢山歌，我看佢當細心細意度嘅唱，我看佢當樣動鏡嘅唱唔錯樣，嗬。那有點有，哦，就唱到平和，但是你咬字就客家，冇客家。連你都唱唔好勢咧。唔係，就是唔會，你多練幾擺就會啊，嗬。還有你愛發揚嘅時間，你感覺你頭前個43嘛，你43唱頭嘅時間，你氣 keep 了冇啦，所以你愛發揚嘅時候，你多揚嘅時候，你唱每嘅時候，你氣質感覺冇足，哦，你會咁嘅嗬。希望強年嘅時候，你帶進你是個後人音是做出來嘅。啊，不過唔講你上本上就啱嘅啦，所以你帶進可能唱嚟可能就合適佢掉啦嚇。啊，傳承9強18條，4季8節用流暢嘅時候，咩感覺？嗰種氣不足。我照你講，基本偏頗啦，哈，加油！什麼老師指頭？好，按住先，好，我哋看一下人嘅分數啦，好嘛，哈。總分每個分數。過關先生。係，恭喜，過關哈，一位係當場嘅路喎，哈，邊個嚟？好，回座休息，按住先。好。接下來呢？來自台北市林雪烈帶來春富歌。哦，來彈看啦。今年嘅歡喜來參加了老年大擂台嘅節目，客家文化愛傳揚，熱情愛培養，我會3人來唱歌嘅。有啊錢啊，咿呀咿呀送，咿呀咿呀夢啊，情郎講你夢愛，我連打錢啊。拿來何？我的幫手啊，招來何？林太哥你好，嗨！雪烈太哥你好，美女帥哥你好，來企較前面的，林太哥之前有來過哈？今年冇來啊，今年冇來啊，海鮮啊，去年有來啊，去年有來，去年4年的有來，有來啊，太前年呢？前年呢？有啊，冇講咁多，嘅裁判評審就唔會搖睇。喂，基本上講來按多擺，冇本歌唔排泄。哦，哎呦，
真的，哎呀，好可爱哦，你好可爱哦，真的。他今天为什么想要唱这首《酸腐歌》，你知道吗？擅长的。哎呀，因为他说这首歌我唱了20年了。这个，他唯一会唱的101首歌。所以，迄讲今年顺利高管，伊下转来唱相同唱亚术歌诶。唱亚酸腐歌。所以比到机关归关局嘛，相同唱亚术歌诶。係嘛？我公司幾天唔咩樣哦。哦，唔咩唱霹靂啊！哎呀，你講唱神太跳咯。啊，你神太跳 OK 嗎？下班練呢？下班練。cái thuần cái thần kinh kỳ không nhau à? Anh có 100年。能兩個人啊，吼，跟其他講，能兩個人啊，對你去那個結派，好，兩個人相約去練歌，好，三太跳練好了。可能我有買1送1的優惠哦。一般可能是來親眼欣賞，係冇。好了，唱一筆欣賞我就公平啦。那那邊價錢好嗎？你可以先，你可以先。獨同一個時代。林老師哦，林老師，林老師嘞，林老師嘞，厲害。叫你講，共同講哈，來到呢邊啊，聽到比賽平台，我是睇當披風，前幾擺來參加嗬，有咩係藝評審？哎呦，安都好。係，家下呢，創嘅嘅嗬，是睇講嘅，嚇，如講三太跳嗬，最有條嘅行去學習嘅啦，嚇。但係唔創呢條歌嘅嗬，唔講創個20年嘅嚇，唯一嘅藝術嘅嚇，我相信。但是嗬，唔今日我是睇當披風。哎呦，用版講。因為按多次嘅嗬，佢呢度創了條歌嘅是你壓格的練的嚟了。所以你跟你知道佢今日創了條嘅算一站嗬。以我哋大分數嚟講哦，就講雖然講佢略嘅中間嗬係有唱破。有嘢講話，伊那知啊望啊，嘅打邊開始做唱定嘢嚇，但是唱嘅唔係真嚴重嚇。如果你唱後輩嘅嚇，點解立壓吧啊？記得開始後輩就開始就有略嘅會唱。哪來何？還你幫手啊，招來何？但是你要曉得恰當嘅哦，當係他擺藥，誒會停你度啊，但是唔係真嚴重啦，啊，但是呢，我真件基本要講起來嚇，當披風。當然是。我哋分數應該做對咯。按時按時就可以睇人嘅分數啦，好嘛？來，連血叻嘅分數。好，謝謝。恭喜！紅歌啊！好，謝謝，冇問題。我練三太跳嘅啊，關鍵練啊，嗬。我練到比個陳建奇較好啲喎，你係咪練到？哦，安子生，恭喜你啊，恭喜啊！好，謝謝。安子生。根本日咧傳統組嘅參賽朋友已經比踢咧，係一共有6位過關。有6位過關，冇過關嘅朋友唔怕喊100摘過來嗬。係啊，我相信還有當到好唱歌嘅朋友，唔點樣嚟報名，急嚟報名嗬。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好，第2日到嚟報名，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係咪多謝辛苦嘅評審員長安子生。什麼？謝謝安子生。好，同時大家冇記得咯，下禮拜公益嘅時間嘅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公蝦來，再見，拜拜。